现代台语版圣经约笔记第19章。约笔因比勒达讲：恁互我的心忧苦，用话缀喙我，要到佇时？恁一遍搁一遍凌辱我，歹款待我，嘛袂感觉见笑。我若真正有过失，我家己承担。恁夸口家己比我较好，搁用我的不幸证实我有罪。就知上帝枉屈我，伊用罗网围我。我大声发冤枉哦，毋过无人应我，吼叫嘛无人主持公道。伊查我的路，互我袂当过去，用黑暗遮砍我要去的路。伊剥夺我的尊严，扭去我头壳顶的花冠。伊对四面攻击我，甲我消灭。伊甲我的眼目闭起来，亲像在背树。伊发大受气攻击我，看我做伊的对敌。伊的军队做一个冲来，开路来攻击我，伫我步边的四围扎营。伊互我的亲族远离我，互朋友甲我疏远。我的亲人甲我断绝关系，我的知己拢袂记得我。我的人客，我的女婢看我做外人，因拢看我做生分人。我叫我的奴仆，因毋应，我着亲喙甲因孤城。我的气互我的某厌贱，我的亲兄弟嘛厌恶我的臭味。连囡仔都看轻我，因看到就踢笑我。我上亲密的朋友拢厌贱我，我上疼的人变面反对我。我瘦甲皮包骨，我只有剩一口气。我的朋友啊，恁着可怜我，因为上帝的手攻击我。恁是安怎亲像上帝困逼我？恁要苦楚我到什么时？我偌尔仰望，将我的话写起来，记伫册里，用铁针刻伫石头，用盐灌注，留到永远。总是我知我的救赎者活地，最后伊会起来替我辩护。虽然我的皮烂去，我的肉身也会见到上帝。我会看到伊徛伫我身边，我的亲目看到，毋是别人。我的心肠安尼较无够分去。恁若讲，咱要安怎甲伊捆绑？因为问题的根源在伫伊。恁着惊刀剑，因为上帝受气，恁会受刀剑的刑罚。恁着知一定有审判。